鹹水角就見得多啦，但係呢個蘿蔔仔造型嘅鹹水角又有幾多人見過呢？呢一個鹹水角我細個呢就成日都有得食，但係而家呢已經好少見啦。今日呢就等我做翻細個嘅味道，準備呢幾種材料，將佢全部切碎，先放五花肉，炒到變色呢就讚啲燒酒劈聲，再放埋蝦米同埋香菇炒香，倒100克浸蝦米嘅水入去，再放埋調味料調味，咁樣將佢炒勻之後呢，就放埋馬蹄、粟米澱粉呢，加啲蝦米水兌開佢，一邊炒一邊撞落個餡度，撞到呢種結身嘅狀態，我哋就可以忽喺碟度，冚埋保鮮膜呢，就放喺冰箱冷藏備用。跟手呢，就搓埋個皮，砂糖呢，加熱水將佢融化，倒入去糯米粉度，搓成一個唔黐手嘅粉團。呢個糯米團呢，就冇韌性嘅，咁為咗佢嘅延展性更好呢，我哋下邊就要辣熟一啲澄麵嚟加入去糯米團裏邊。加咗熱水之後就好熱嘅，全程呢，就直接用筷子攪熟佢就可以啦。咁我哋就放埋糯米團落去，慢慢呢將佢哋兩種粉搓均勻。搓均勻咗之後呢，依然係唔會黐手嘅。趁住麵團溫熱呢，我哋再放50克豬油，將佢完全食入去呢個麵團裏邊。鹹水角皮呢就含油量大，所以喺包之前呢，我哋一定要放喺冰箱裏邊雪半個鐘以上，再攞出嚟包。麵團呢雪好之後就分成30克一個，用手指呢喺中間開成一個兜嘅形狀，然後放大概10克嘅餡，將佢握實，然後呢好似貝殼咁將佢合埋，捏實個邊邊，再將條邊呢撳平，咁樣炸出嚟先係光滑嘅橄欖形。紅蘿蔔造型呢一樣係開鍋填餡，然後呢收口，收成一個球形，然後將佢搓圓，再一隻手放喺台面度形成一個角度，搓成一頭尖一頭粗嘅蘿蔔形狀。油鑊裏邊嘅油呢燒到160度左右，放一個測試粉團呢，大概10秒，表面就可以布滿珍珠泡啦。轉最細火，將我哋嘅鹹水角胚呢就全部滑落油鑊裏邊，全程保持中細火，期間呢多啲撥下佢，炸大概8到10分鐘，金黃色就可以撈出。蘿蔔造型嘅鹹水角呢都係一樣咁樣炸法嘅，佢哋嘅區別呢就喺最後一步，攤凍之後呢，我哋準備一啲芫茜塊，將佢篤喺呢個蘿蔔底嘅頭部，咁樣一個惟妙惟肖嘅象形點心呢就整好啦。本來呢想錄俾大家聽佢有幾脆嘅，但係我戴住耳機聽歌，全程呢都冇錄到音。想知佢幾脆？咁配方喺度，大家即管試下。